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小连线11点上新的消息。先来看到2020年总统大选，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伊无要参选总统，不过即马有郭文哲的马将发起一个活动，就是讲明年的投票，伫咧郭文哲的这个总统选票写伊的名。郭文哲伊的新北蔡壁如伊个话讲，靠投无效的票，会当查讲下一届这个大选得票率到底啥款？郭文哲下早嘛有详细的回应。像你觉得香港的情势啊，会影响到这个台湾青年投票率？会啊。那你们要怎么抢攻这一块？那我们还是务实的面对问题就好嘛。香港问题我看短期不会解决，这看来会陷入慢性病我们用医疗慢性病，所以还是要看北京政府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嘛。那你要怎么取得这一块的认同，这一块年轻人的认同？其实面对香港问题，要转过头来要想台湾的，其实还是一样的这个讲到最后还是，其实我们最大敌人还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还是内部要整个政府的效率啦、国防啦、经济我们很多内部问题要解决嘛。说那个只有喊口号也没有用终究还是要解决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嘛。那怎么看韩国瑜说中国连香港的选举都操控不了，怎么操纵台湾选举？认同这样的说法？那是操控失败，不是操控不了。但他好像不觉得那个中国有在操纵台湾的选举。没有啦，他好了，这个昨天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啦，有些话不要讲就好，就是他给讲也无加分所以他这样讲是讲错了吗？不是啦，算了，不要，大家再忍耐一下，50天就选完了。市长昨天蔡壁如他又在专访提到说柯粉号召筹备票。没有啦，不是他号召的吧？不会啦，我觉得也不用了，平常心就好。那个选票还是维持一个干净。他说目的是为了要看你在2020能得多少票，可以去冲2024。2024的事情不用2020就在烦恼我倒觉得选票还是干干净净的，你不想投就不要投就好，不要在那里破坏选票。那你觉得可以成为一个指标吗？不会。可以替你的人气保下届不会。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台湾的这种。我看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知道，民进党还一片哀鸿遍野。你看，现在局势又翻过来，所以其实台湾的民意钟摆效应，百来百姓所以每天做好自己的事，基本盘顾好就好，不要去想那个4年后的事卖想法追但上下但这个部分票又被质疑说有害民主。对就说不要做对不对？但上下不分区的前20名好强，你们好像民众党入围4席是第2名，还赢过国民党，国民党只有2席。才4名而已，那还要努力你说20名才4名，前20强你们占了4个，国民党2个，民进党7个，你们是第2名。这个，民进党还有7个对啊，那表示我们还要努力奇怪怎么会这样？要超过民进党。广告做不好。没有，我觉得我们的不分区，我觉得我们的名单好多了。但超过国民党代表说你们的不分区远胜。反正赢国民党不是光荣的事，好不好？输给民进党是可耻的事市长怎么看邱毅民众党是不是周星驰怎么看邱毅说你是政治周星驰，他捧红你的，应该要感谢吗？他是什么？政治什么？周星驰。对他是什么？王世坚笑他是那个政治吴孟达，你们俩是哥俩好一对吧？吴孟达有点像。那你觉得像什么？我还没想到，我回去再想一下好了。那民众党现在是包括了不分蓝绿还有橘都抢到了票，因为现在包括了这个英德配的支持者有8.1%都决定要投民众党，然后国政配里面也有6.6%，甚至宋瑜配里头有18%的人要投台湾民众党，都不高不高英德配应该理论上可以达到20-30%才对。你自己更好就对了这个我觉得这还不高这样你怎么看？宋楚瑜主张政治中心要迁中台湾，理由是要让政治人物像北京一样体验空污。我们是要去解决问题的，不是要去闻那个，要处理 PM2.5了，不是要去体会 PM2.5的是啊，1280的预算好像被搁置了，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因为议员觉得成效不高。其实我跟你讲，1280也不会成效不彰了。其实那个还是有，那是整个配套，因为你要政治上先给后拿嘛。
我们现在慢慢的在这种停车格在收费，你没有1280很难去得到一个普遍那个停车格收费的道德正当性。所以我倒觉得，其实我跟你讲，1280有效没效很简单。你现在说，哪个议员主张取消1280，请举手。你看看有没有人敢的话。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花10亿元，只有提升3%的这个运输量，好像有点不太符合经济效益。我跟你讲，我倒觉得那个还要再分析的，因为事实上他每天那种长程，其实每天我跟你讲有80万人进来台北市上班，你知道吗？我倒觉得1280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精进的，比方说我们大概统计数字上看起来，有没有卖那种月票是只有在台北市内的，没有跨区的，也许可以再更便宜。所以事实上，128那个月票制，你知道吗？还有精进的地方的，不过大方向应该是不会错。不过在以后要不要再做精进？我觉得还可以再做精进的。不过他们还在统计数字的。那像民众党是不是派出母鸡当新战略，派出不分区立委去补选当新战略呢？不分区的立委当然有义务要去补选啊，这也是应该的。他们好像会有自己的衣服跟名片是要画的，义务就同意啊，他有什么不了？市长方检拿那个保辩住6之6案，那个阳明山那个案子，然后控告你，22号的时候提告。保辩住6之6哈，其实似乎有在监看的，我们都有很完整的那个流程图嘛。如果下面要怎么做，都有流程图的。这个大概其实我们内部都有讨论过的，这个大家放心的，还是按依法行事的，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官方勾结，官商勾结。没有啦，那个官商勾结也要有证据啊。目前是这样的，保辩住6之6我们有在监控的，我们也有那个流程图嘛，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要按照这个规则，所以还是有个规则嘛。所以他应该去，如果他有本事就去批评我们目前公布的规则有没有不合法的地方，这样。如果他不能的话，我们就按照规则走，这样。那你怎么看邱毅要告你，就按成爱心铃？好，来谢谢。爱心铃。对，他按成下面的那个爱心铃，就是告你他本来就很搞笑。他让那个韩国瑜的电话